这礼拜高中以下学校真侪拢改做是线顶教学，也因为这清风一照顾假目前是无薪水的，有真侪家长拢伫咧丢度讲，甘要请假来陪囡仔咧。着几落个民间团体作为呼吁政府，应该爱拨一寡预算来补贴一寡清风一照顾假的家长。全台湾真侪高中以下学校这礼拜拢停课，一寡较欠资源的家庭压力真大。妇女新知基金会二姑甲囡仔的照顾工会做伙开线顶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各种照顾体系强要放弃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把它留到托育设施，留在长照机构？那会不会提高它的染疫风险？那其实这两个族群都是，这个死亡率是比较高的。那对很多的人来说，我是要选择我的家人的生命还是收入？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妇女新知表示，政府以经济为主，无强制去结停班，但是家长所结伫中间，两边为难，尤其是一寡较弱势家庭，亲像单亲家庭妇女，着惊囡仔去学校若袂着，家己嘛袂当食头路，生活是要安怎过？因希望政府通用纾困预算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那疫情起伏的影响，单亲家长们感到焦虑之处，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独自照顾孩子和赚取收入，那加上缺乏了这个支持的系统，根本就不知道后援在哪里。妇女新知建议，政府会当以前一档劳工就业保险的平均投保薪资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标准。劳动部是表示，因为即摆防疫照顾假责任无法度归职予雇主，所以无强制付薪水，未来会再讨论各界意见。记者陈嘉武、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